个锦坡男孩子从此开启了他的织锦梦。因为家人反对，他就偷偷地和寨子里的老人学。市里组织非遗进村寨，他是织锦培训班里唯一的男孩。教他织锦的老人说，马东民是他教的众多徒弟里唯一传承了他织锦技艺的。以后马东民还利用假期偷偷到过陇川，向当地的锦坡族织锦传承人拜师学艺。初中毕业，马东民读了3年的汽修班，可惜他还是喜欢锦坡族的织锦。刚好非遗进校园，他又偷偷地做了织锦培训班的旁听生。毕业后，他开始在家里织锦。织机上的马东民心无旁骛，有时为了织锦忘了吃饭，但这样长时间地做下来，腰太疼了。他说，他以后的理想之一就是要制作一台锦坡织锦机，让腰舒服一些。现在母亲和奶奶是他的坚强后盾，他织锦的用具和材料都是奶奶帮他准备的。8岁的马东民织出了他人生的第一个痛帕，织布机也陪伴着马东民从8岁、13岁、16岁，一直到20岁。一粒种子就这样种在了马东民的心里，成长壮大。用锦坡族的腰机织锦，能织出上百种美丽的图案。所织图案多为锦坡族生活中常见的动植物或与之有关的具体形象的象征性符号。织锦技艺高超的锦坡族妇女，能运用这些基本的象征性符号，不断创作出更新更美的织锦图案来。锦坡族织锦用色多以大红和黑色作为基调，用黄、绿、蓝、紫等颜色织就图案，其中黄色最为多用。锦坡族织锦给人以浑厚庄重之感，其中又不失其绚丽奔放的特色。